哎，我说啊，这东北的难民一天一船啊，青岛可盛不下。说是日本军在东北见人就抛弃，他们不往内赶怎么办？这东北军也真够穷的，一夜之间就丢了3个省。哎，得了，打住了啊，就是这可大了啊，咱们兄弟可懂。这管不了是管不了，可这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你他娘的跑什么呀啊？跟日本人玩命去！请问老总，这青岛一共几家医院？病了，我找洋车拉你上医院去。不是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呐，嗯，这青岛的医院可多了，大的就有3家，可这3家都吊着脚呢。这样吧，我让洋车拉着你找，一家一家的找，不管是多少家，你就给他5毛钱吧，啊！谢谢老总。哎，别客气。哎，邱德，你过来。哎，来了。邱德，哎，这是来咱青岛医院找人的，你拉着人家，挨家医院的找，不管是多少家，就是5毛钱，听见了吗？行，哎，给我。谢谢老总。回去。哎，邱德，回来。邱德啊，这可是大买卖，你留1毛，俺俩一人2毛，明白吗？这还用您说？走了。哎，走吧。福庆，你怎么还不上学去啊？爹，老爷，少爷今天学校游行反对日本鬼子，太太怕人多太乱了，没让他去。你去忙去吧，姑妈。彩琴，哎，怎么了？你说这孩子不能老在家里关着，这么关来关去，不关傻了吗？游行人多，你说怕什么？走。老孔，哎，老爷。你就不用送我去上工了，赶快拉着福庆上学去啊！已经晚了，拉着他赶快跑。哎，好，要不然赶不上游行队伍了。哎，好，快点。好好走啊，福庆。等等，父亲，书包背上。娘再给你1分钱，饿了买2个烧饼吃啊。爹娘，我上学去了。去吧。听老师话啊。哦，慢点啊。哎，好嘞。我说彩琴呐，咱福庆忒老实，这样不行啊，老在家里护着，这样永远长不大。没事以后让他多出去走走。我是寻思着，这日本人占了东3省，满街筒子都是难民，万一福庆让难民给拐走了怎么办呢？难民拐咱福庆啊，他自己的孩子他都养不活呢。我看你在家待的都快待傻了你。我走了。太太，忘了跟老爷说一声，让他晚上回来吃包子。孔妈，你看你多嘴巴，让他吼了我一顿。没事儿，下午啊，让老孔给他捎个信儿，晚上告他回来吃晚饭就行了。小姐，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的病人？您说的这位霍先生是做什么的？他是东北军的一个军长，负了伤，听说他就在青岛治疗。听说日本人在东北杀人是真的吗？小姐，麻烦您费心给我查一下。哦，我们这里真的没有您说的这位姓霍的病人。这里是所有住院病友的名录，你自己看吧。
馅儿剁好了，剁好了，我也来搭把手吧。用不着，太太你歇着吧，你身子骨还没好透，别再累坏了。要是闷得慌，就坐着和我说说话。你去看看那面怎么样了，馅儿我来弄。我刚才在楼上啊听戏匣子说这日本人啊在东北到处杀人，气得我就下来了。太太，你说那日本鬼子能打到青岛来吗？兴许不能吧，这青岛和东北还隔着海呢。这倒也是的，我看那日本鬼子在东北登不长，兴许抢了车庄稼他就回去了。太太，哎，盐水买来了啊。哎，放那儿吧。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老爷呢？哦，老爷说啊，今天游行的人多，让我到学校门口啊接少爷去，我就回来了。太太，那我就去了。你去吧。哎。哎呀，我说不让去，不让去，偏去，这让人担心不？小姐，这可是全青岛最后一家医院了。你要是再找不着那个什么霍军长，你就得考虑今天晚上的住处了。那等我问一下再说吧，说不定就在这家医院里呢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出来可就得给我钱了啊！这钱不包括你去旅馆的费用，但是我还是得拉你去啊。我想问一下，在这住院的病人里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的先生？你自己看吧。你看到我箱子没有？你箱子丢了？我东西都没了。你提着，提着，生怕我偷跑似的。我今天白忙活了。哎，小姐，有没有看到我的箱子？没有，我在屋里怎么能看见你外面的事？真是的。一游行啊，就用不着做功课了，是啊，回来啦！娘，我回来了。孔妈，快蒸包子吧，少爷回来了。哎，少爷回来了，高兴。咱们蒸包子啊。哎，哎，掌柜的，掌柜太晚了，车间里都下班了，你们俩也把门关上，准备吃饭吧。哎，你看看你们俩，打盹打的，把胳膊给打没了，整个一个哼哈二将。哎，掌柜的，我也会下象棋，哪天你到功夫，咱俩杀一把。我哪有空啊？等咱把买卖干大了，咱也都老了，到时候我再跟你下。您这一说可就远了去了，那还得等多少年呀？不远儿，起码离咱老不远吧。咱刚来青岛的时候也就20多岁，现在都快40了。你看，你头发都快掉光了。哎，掌柜的，坐这歇一会儿吧。不歇了，彩琴在家做了饭在等我呢。要不你们俩跟我一块儿回家吃去？不了，掌柜的，不了，我们哥俩在这儿吃点就行了。老王，你敢说跟我下棋，证明你还有两下子。改天啊，改天我一定跟你杀一盘。我把话说在这儿，20招之内我让你寸步难行，就是寒冬腊月我也能让你急出一身痱子来。我走了。好，慢走，掌柜的，掌柜的慢走。小丁，小丁，哎，
陈掌柜的。小丁，谁让你把车开出来的？咱这车是接客商用的，私车不能用。你把东家给我叫出来。六哥，不是我破坏规矩，是东初来了。哟，老三呐，到青岛也不跟我照个面，跑到这儿喝洋茶来了。不是，六哥，你还好吧？咱们里边坐。嘿嘿，老三，你是越来越有出息了。看我不揍你！别，六哥，不是我不给你请安，下午就到你厂里去了。你带着工人在那改锅炉，我就没敢惊动你。你当时光着个膀子，我怕我一叫你，你再抹不开面子。咱现在也是大厂的掌柜了，再光着膀子干活，那不是个样啊。你哥就不干啊？上回他来青岛就跟我说，是他天天下车间，你小子坐在办公室享清福呢。你哥还好吧？好。我哥一听说我要来青岛，特地跑到济南五岭园给你买了上好的茶叶，回头我让家驹带给你啊，还给你带了点豆蔻砂仁，让六嫂给你炖肉吃。你说你跟我哥这些人动不动就炖肉的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不管什么年代，吃个炖肉可就是过年呐啊！我跟你哥这帮人呐，不管挣多少钱，身上那股土渣子味儿就是掉不了。哎，就跟咱染的布一样，洗烂了它就不掉色儿。咱别再这样说话了，咱到里头。哎，家驹。你看我这打扮，人家能让进吗？明天啊，老三，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。家驹，明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给我定个位子。今天我得回去，你六嫂让老孔给我捎个信儿，说家里蒸了大包子，让我务必回去。好，谢谢六哥啊！你看你老把事给弄反了。幸亏老三不是外人，知道你是东家。要是外人呢，还以为你是小伙计呢。六哥，其实我们在济南的时候都听说了，如果没有你发话的话，家具是1分钱都拿不走。不是我，是卢老爷子让我这么干的。哎，家驹，吃完饭以后，你带老三去八大关的羊堂子，就那土耳其玉，涮一个，全算柜上了。等老三走的时候，你再打发人到码头买1篓上好的螃蟹给东俊哥带去。老三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六哥，这回的游行阵势这么大，你没掺和着再弄条横幅什么的？我那一招，他们要是学会了，我就不弄了。我说老三，这东北军又是飞机又是大炮的，当年老蒋和冯玉祥开战，东北军出山海关给老蒋助威，那是多大的威风，号称天下第1精锐。怎么一见日本人就没戏了呢？这他娘气死我了！我走了。哎，家驹，你别说，你天天给他念报纸还真管用，他什么都知道。走。哎，家驹，六哥有退出青岛的意思。哎呀，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，六哥就挺担忧的。你说这一个国家要没有军队撑着，这谁心里都发慌啊！哎，对了，现在2个嫂子都应该在青岛了吧？相处的怎么样？马马虎虎。老大呢主内，管着几个孩子；老二呢主外啊，盯着老妈子采买。我看他俩还行。宗主，这个就在这儿说，当初要不是六哥骂着，说不定我都弄出4房来了。啊，你说这兵荒马乱的，真要是弄上4个老婆，再带上10几个孩子，这讨起难来也挺费劲的啊！来，哎呀，彩金是我表姐，六哥是我表姐夫，他们俩可真行。六哥那么大买卖人物，也没再说弄个小的，这一点我哥都赞成他。六哥，你别看他平常啊，表面上是比土匪还横，成天是嗷嗷的骂人，可这心呢是又细又软啊。你说去年六嫂生病住医院，他坐在医院的床边，拉着六嫂的手，这眼泪就没有停过呀。你说这硬汉落起泪来，真是让人受不了，我都不忍心看呢。光我一个人啊不要紧，关键是还有那2个警察。我要是拿不回钱去，他们就以为我媚起来了，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。你找人找得急，中午不吃饭，让我也陪着你不吃饭。天这么凉，我的汗就一直没断过。我说你身上怎么就不装着几块钱呢？那你说，你让我怎么办？
你这衣裳好像不错啊，这多少钱？你让我带回去，交个差啊，不然没个什么物件儿，那俩警察非把我宰了不可呀。那，我走了啊。别关门！哎，刘掌柜的。你看这个，臭蛋儿啊，你不是偷来的吧？哎呀，不是，这是抵车钱的。刚才那小姐啊，坐我车，箱子让别人偷了，没钱付给我，所以就拿这件衣裳来抵车钱。哎，刘掌柜的，说实话，这件衣裳到底值几个钱？值个屁呀！嗨，你要当多少？怎么着你也得给2块钱吧？1块钱，多了不要。别呀，刘掌柜的，你1块5，算你帮帮兄弟。1块5当死，不开当票，不准赎回啊！行，1块5就1块5。臭蛋儿，数一数啊，别他娘的出了门再说少1毛。没错。我走了。你这衣服啊，带了5毛钱。哎呀，你这1个子儿没有了，箱子也丢了，得，我认倒霉，车钱不要了。这1毛钱，你拿着吃饭吧。给，我走了啊。这是常鹤给我买的，值300块大洋。豆腐来了啊，不冷不热正好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孔妈。好。你乐什么呀？这豆腐是个宝。从周村吃到青岛20年了，你也不烦。赛天，这你不懂。我要饭的时候啊，就想，什么时候能天天吃上豆腐？现在好了，我天天都能吃豆腐。我这辈子有3件美事儿：抽土烟、吃豆腐、搓脚气。你怎么又乐了？你这。
六哥，我这次来青岛，一是想进点日本坯布，另外我哥想让我问问你和家驹，有没有迁济南的意思？老三，怎么想起这茬子事儿来了？嗨，是这局势。小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，青岛大街上的日本人一个个都很慌。虽说还没占，其实也是早晚的事儿。他们从德国人手里抢过青岛之后，这算起来有10-20年了吧，根本就没走，跟占了也差不多。你说这局势？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，日本人高兴吗？啊，那些浪人喝完了酒，在光复路上公开的调戏中国女人呐！我现在一看日本人，我就生气。在中国的地面上，别说日本人，我看哪国人我都生气。哎，老三，我和家驹要是去了济南，咱们怎么干呢？嗨，这好办。日本人啊，现在到处在收购中国的工厂，大华趁着这个当口，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。你们俩卖了这边的厂子，咱们合在一起干，就能控制北平以南、长江以北这块地域。刘哥，你懂技术，又能干，家驹又是专门学这一行的，咱们要是合在一起，就能和上海那些大厂干一仗，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山东。千万不要指望我，我在德国学的是印花，可是回来以后根本就用不上，这你知道吗？嗨，我知道。你听我说，家驹，咱们这些年啊，就是染布的，这花布市场一直是上海人占着的。咱们现在也算有点钱了吧，可以进台印花机和他们争一下，这有什么呀？东冲，这印花可不那么简单。这染布，蓝的染砸了可以改成黑的，这要印花布印砸了，布就全废了。六哥一直不让干。哎，咱厂里啊，原来有一台崭新的德国海德堡印花机，那可真是好机器啊，崭新的，一次没用。啊，后来让六哥打5折卖给了孙明祖，就是青岛元亨染厂的孙明祖。刚开始我这个心疼啊，我爹也不愿意，可后来看，还是六哥有主见。孙明祖把那机器弄回去以后，1寸布也没印出来呀，只是翻来覆去来回试机，还赔了不少钱。嗨，孙明祖是孙明祖，咱是咱，他没有你这样的人，所以他根本玩不转啊，对不对，六哥？别，东初啊，这个印花布啊，尤其是这个多色套印，它有15、6道工序，4、5套裁板，这一遍遍的往上对，哎呀，真是麻烦。哎呀，这些年怎么都忘了。如果将来咱们真是要印的话，我可以从德国找些工人来。现在你们千万不要指望我。这家驹。哎，老三，这印花布啊也不难，只是这花布啊卖得太慢，只卖夏天这一季。我现在想的就是挣钱，不管是印布也好，染布也好，什么布卖得快，能赚到钱，我就干什么。我觉着这印布是个方向，而且花布市场也在往上走，只是现在是不是早了一点，还不是时候啊。还是六哥说的对，现在还不到时候，买花布的人太少。六哥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家驹是怎么省心怎么干的啊。实际上我就是跟着六哥在青岛玩，除了六哥跟德国人谈判的时候我当翻译，六哥什么都不让我干。六哥也知道我也干不了什么啊，唯一一点用处就是天天给六哥念报纸。老三，你回去告诉东俊，要是形势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，我和家驹肯定去投奔。青岛虽然说不肃静，但是大华染厂每年几十万大洋的流水啊。自从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，我和家驹也商量过退路，可是现在就放了手，是不是早了点？六哥，时机也不早了，不光咱中国乱，在欧洲，在德国也是闹哄哄的。家驹，日本人在青岛也不是一天了，我觉得现在还不要紧。不要紧，并不是说没有事儿。唐景就找过我3回了，我觉得这厂子还是不能卖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到时候。说1000道1万，咱不怕。进，咱可以继续干这一行；退，有济南、东俊、东初哥俩在那给咱拖着。沉住气，我现在不想别的，我是想趁着这个乱劲儿狠狠地转他一把，然后再走。
六哥，你可真让我哥给猜对了。怎么着？我大哥说，你六哥就是死也得先看看哪家的棺材便宜。我哥说的。哎，苗哥还好吧？哎，你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。那天我们兄弟俩到苗哥家去，跟他讲了要拉你们来济南的事儿。苗哥一听，简直太高兴了。哎，他说他还新学了几招，准能破你的巡河炮。苗哥在钱上一点都不在乎，可要输盘棋啊，他能念叨大半年。这不，去年初6输给我1盘棋，前2天来信还提这事儿呢。苗哥当初只身海外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没事的时候一个人躲在宿舍里，按着什么局中秘啊、梅花谱自己下棋。六哥，你那套是张店大街上学来的，野路子，苗哥根本没见过，所以顶不住你。哎，当年我要饭要到苗哥家门口，就喊了一声啊，苗哥就从屋里出来了，递给我一个大馒头。我当时都不相信这是真事儿。苗哥跟我说一声：“你快吃吧。”我当时立刻跪下来就给苗哥磕了个头。你猜怎么着？苗哥眼泪都下来了。苗哥这个人真善呐。哎，家驹啊，你一会儿跟小丁说，让他到码头啊买1篓上好的螃蟹，让东初给苗哥带去。你说我这一忙啊，把什么事都给忘了。他娘的，这叫忘恩负义，这叫。六哥，我吃完饭就去跟他说。哎，哟，来了。这饼跟菜怎么还搁一盘里？西餐就是面包，六哥。哦，这，哎呦，来，看着全不错。这是法国正宗的葡萄酒，六哥，一会你也来一杯啊！别。哼，怎么着？笑话我？就你这狗屁馆子，我一天能挣仨。你要是把我惹急了，我把你的店盘过来，然后把你轰出去。来，老三，干！哎，六哥，这西餐厅啊，不能这么大声说话。哦，还有这规矩啊？我这还没开始呢，这半瓶酒下去，兴许动静比人还大。来，干了！好。吃饭，吃，来尝尝啊！那谁，给我拿双筷子来。你要是牺牲了，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了。可你要是还活着，那你就永远见不到我了。同学都说你在青岛。我坐船过来找你，我找遍了青岛所有的医院，10天把我和你分开的。我本来穿着你给我买的衣服来见你。可是，上帝就把那么一点点的东西都拿走了。长河，你在哪儿？我想。
哎，行了，你们俩坐车走，我顺着海边溜达溜达。哎，六哥，让小丁送东车，我陪你走走。是。哎，不用。老三，明天我就不送你了，回去给你哥带个好。哎，好。哎，六哥，遇事不能急，我看你酒喝的也太多了，当心伤着身子。还有，你现在是大厂的掌柜了，我以后不许你再下车间干活。啊，这酒不能不喝，活也不能不干。没事儿。啊，对了，刚才忘记问你了，你说这西餐菜做的也马马虎虎的，怎么最后给咱吃副药啊？药？什么药？在开玩笑，他说的是咖啡。嗨，六哥，行了，有你的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慢点啊。哎。妹子，别犯傻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何必自寻短见呢？啊！你别害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大华山场的掌柜的，喝了点酒，心里烦，我到海边来溜达溜达。你怎么知道我寻短见？嗨，我在海边住了10年了，经常看见你这一出。你这是让杨小说给闹的，看了几本洋小说啊，这就没头没脑的就是谈恋爱，练不成了吧，就叫跳海，叫上吊。等你明白过味儿来呀，你就知道那叫一个傻子。行了，来，妹子，地上凉，别跪在那儿了，来，起来吧。我是个男人，又不好扶你，来，自己起来啊。来，听话，来。我先给你找个地方住去啊，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。天就要黑了，咱住的地方还远着呢，快走吧，来。岳母刺字是刺的哪4个字啊？精忠报国。那你看看，你为什么要写成忠心报国呀？我手滑了。别的字都能错，这4个字啊，可绝对不能错。过年的时候，爷爷不是给你讲过岳母刺字的故事吗？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。好吧，去写10遍。永志，你字写得很好嘛，题目也都做对了，可是速度太慢了。考试的时候啊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你要写得快一点儿。你不能等大家都吃饭了，你还没写完啊！那爸爸回来以后，我跟他说，让他表扬你啊。谢谢妈。娘，我要睡觉了。啊，小兰呐，快过来给永志把衣服换了。掌柜的，你光让我跟着你，咱们这到底是去哪儿啊？渤海大酒店。哎呀，你看人都冻成这样了，甭废话，赶快跑！掌柜的，你也上来吧，这样我也好跑起来，对吧？怪不得你拉车呢，根本就不知道知书达理，没听说男女授受不亲吗？快跑！大哥，你上来吧。你一个人轻，咱拉得快，我能跟着跑，快跑！说你那啥，快跑啊你！老高。哟。老高。哟，陈掌柜的。哎。这位小姐是？你甭管她是谁，让你那些老妈子赶快下来，把小姐伺候着住下来，然后到成衣店买2套合适的衣裳给她换上。好，这就办啊！刘妈、张嫂。哎，来啦！哟，陈掌柜的。哎呀，人冻得跟筛了糠似的，还兴哪门子礼呀？赶快扶小姐上楼，让她洗个热水澡。快！小姐，来。大哥，
你也就免了吧啊！赶紧上楼拾掇拾掇。谈恋爱就谈恋爱，你说你跳哪门子海啊？快快快，上去啊！哎呀，上去吧。陈掌柜的，还什么吩咐吗？这样，一会儿啊，你上楼问问他吃没吃饭。还吃饭呢，他命都不想要了，肯定没吃饭。你待会儿给他弄点饭，给他弄碗热乎乎的面条。行啊，吃完饭给他找个西医给他看一看。这跳了海啊，准得受凉。是，我去海印诊所叫刘所长马上过来。还刘所长，他那诊所就他一个人儿。哎，伙计，过来过来过来。陈掌柜的。哟，知道我姓陈呐？伙计，这辈子没走过运吧？陈掌柜的，我要是走运，我能在这儿拉洋车吗？啊，那你拉洋车，一天挣过1块大洋吗？掌柜的，你可真会拿咱们穷人开心啊！我就是干2月，我都挣不了这1块大洋啊！好，你没走过运，也没挣过1块大洋。我今天呢，就让你挣1块大洋。老高，拿纸笔来。好嘞。这就是1块大洋，明天到大华染厂的账房去领去。陈掌柜的，这画的大洋啊！这就是大洋。陈掌柜的，这是大华染厂陈掌柜的。陈掌柜呢不愿写字，画个圈呢就是钱。怎么不信啊？取不到钱我给。真是。我说老高，我看这小姐啊，不像是撒鹰放鹞子的仙人跳。你这样，你就让她在这住着，她要什么你就给她什么，只要不过分。等她住2天消停了，你就打发她走，账我来跟你结。啊，陈掌柜啊，你这个人啊，心还真好，谁遇上你啊，算是烧高香了。你少抬举我。我到时候要看你的账的明细，我粗归粗，可不是冤大头，啊！是。这闹了半天，酒劲儿也上来了。来，伙计，扶我回家。陈掌柜的，我明天要是真能拿到这1块大洋啊，我这辈子，我什么时候见到你啊，我就什么时候拉你。来，你走，走好了。小姐，洗好了。小姐，你是先吃饭呢，还是先请大夫上来？先吃饭吧，大夫就不用了。那你请。还是看看吧，以防万一嘛。再说，大夫已经来了。送你来的那个陈掌柜啊，脾气可大了。如果不按他的说法做，他肯定不结账。送我来那人是谁？哟，他可是大财主，大华染厂陈掌柜的。叫陈什么？这可不知道，就知道他不认字儿，脾气急。可别人说他这人心眼不坏。你们
和他很熟吗？谈不上熟，就知道他一点故事。我兄弟就在大华染厂，前年去的。他说陈掌柜从前是个要饭的，到现在还不忘本，对工人也挺好，就是好骂人。他走了吗？走了，拉洋车的给扶走了。我看呢，他都醉了。小姐，你就放心的住吧，缺什么你就说啊。